中華泰山油廠佮驗到講有致癌超標的油，佇拜三下晡嘛已經倒掉大約10噸的油，改做新質柴油咯。有市場業者嘛反映講哦，飼料攏愛用到豆粉，有嘅生產豆粉的中壢油行即馬停工咯，嘛造成中部地區哦豆粉是欠貨，所以業者嘛真煩惱講飼料敢會連袂起價。甲一罐一罐驗出致癌物苯便芘超標的油倒掉，邊仔個衛生局的人員宣傳監控，中壢油脂測出苯便芘超標的問題油，其中中華泰山油廠嘛用到這批問題油，目前涉案的沙拉油、調和油已經佇拜三下晡啟動消費作業。這個產品完成回收金馬是10公噸，那抵昨天開始呢啟動銷毀，再由這個專車運送到再利用機構來轉做生質柴油。那古業銷毀的程序預計是1個工作內完成。當然，如果後面還有新的一個回收的油品，我們會陸續來做銷毀。衛生局指出，這屆銷毀的是4月初泰山用到中壢油脂配合315、115控訴製作的涉案問題油。若拜二泰山通報，泰山好利調和油0.6公升包裝的產品嘛驗出苯便芘超標，是用中壢另外一批配合313、115、0512的大豆沙拉油製作的。食藥署表示，目前產品已經全部回收，當咧對查其他牽涉的油品。另外，中壢油脂即陣全面停工，也致使畜牧業飼料會用到的豆粉欠貨。中華關飼豬協會表示，即陣中部攏買無豆粉，都愛去南部調貨，嘛無一定會有。一般的飼料配方都是以豆粉做主要的蛋白質來源。中部基本上所有的飼料廠、畜牧場都是跟中聯拿的比較多。它現在沒有辦法做的，就是會影響到整個豆粉的供應。中華關飼豬協會表示，除了飼豬以外，飼牛、飼雞等等的畜牧飼料攏會用到豆粉。目前飼料已經有小可起價，1公斤起5%左右。希望相關單位趕緊釐清問題油的污染原因，若無恐驚嘛影響到國內畜牧業飼料供應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